文藝再興。今年法國5月藝術節帶嚟一系列極盡視聽之餘嘅節目，一齊投入豐盛難忘嘅藝術盛宴。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邂逅蒙羅麗莎，文藝復興的再現，沉浸式多感官體驗，探索達文西嘅天才創意。香港文化博物館等你重新發現蒙羅麗莎。法國電音大師 DJ Snake 聯成中國內地同香港頂尖音樂力量。5月8號，中環海濱活動空間，中法電音交響。韓國首位范克萊本金獎得主先於瑞權，火拍法國艾爾米爾4重奏，以琴音奏出法國韻味。韓國第一爵士天后羅允宣與屢獲殊榮嘅法國鋼琴家榜一蛇攜手呈現跨界音樂會，帶嚟東西文化匯聚嘅音樂體驗。香港管弦樂團邀得法國鋼琴名家紀費朗1連2晚演奏兼擔任指揮，呈現高水準嘅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香港小交響樂團聯同法國鋼琴巨匠路易沙達、法國古典音樂大獎年度新秀帕斯卡爾、單簧管明星蔡偉爾送上各具特色嘅法式音樂之夜。由光影、聲音同科技交織嘅沉浸式旅程，星海音航帶你回到自然節奏，重新連結自己。犬影升騰，一場不斷循環嘅3人舞作，持續展現驚人嘅耐力同體能，充滿感官衝擊。香港舞蹈團大型舞蹈師之間吳冠中水墨行，將水墨化為流動身體語言。由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圖編舞，作曲家黃遠之為節目創作音樂及特別演出，聯同法國燈光及數碼影像大師展開跨越中西藝術對話。法國國家馬戲藝術中心 Cirque du Quebec 以身相乘，融合音樂與視覺藝術，將喺大館檢閱廣場帶嚟驚喜與歡樂。香港歌劇院全新製作《卡門》，將比才嘅經典名作帶到充滿活力同變革嘅1970年代香港。法國5月美食會，從法國直送美酒佳肴，一齊歡聚沙雅。法國5月電影節帶嚟最新嘅法國喜劇同埋杜拉斯經典回顧，仲有 Happy French Wednesday， 邀請你享受賽馬活動同美酒佳肴。法國5月無處不在，密切留意我哋嘅節目，一齊文藝再興。